大家好，今日香港時間3月15號，禮拜六，歡迎收聽今日新聞。我哋首先嚟睇睇兩岸新聞，下邊請聽報道。中共兩會一結束，習近平嘅親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就宣布中共進入黨建整風，主題係學習習近平推動嘅8項規定。時評人張天良分析話，呢個行動傳遞3個重磅信號，一個係中共開始新一輪以反腐敗為名嘅大整肅，亦就係路線鬥爭；二係4中全會時刻，呢一個整風有明確截止時間，就係今年7月，之後就係北大學會議。由此可見，中共20大4中全會大概論喺北大學會議後進行。3係為21大習近平連任佈局。唔知大家是否認為習近平仲能夠持續到21大？歡迎你留言。自從兩會開始到而家，中共內部頻繁傳出各種詭異信號，顯示內部權力爭奪相當激烈。我哋喺報道中提到，甚至連南韓嘅媒體都引述消息人士講，習近平目前冇徹底掌握軍權，因為咁唔敢離開中國到美國訪問，唯有邀請川普訪華。除咗內部危機之外，中共喺外面亦面臨多個威脅，首當其衝就係俄烏可能停戰。普京13號喺莫斯科一邊表示同意美國提出嘅30日停火建議，一邊補充話，我哋嘅立場係建立喺假定停火將導致長期和平基礎上，仲有一啲問題需要討論，例如邊個嚟控制停火，喺前線長達2000公里嘅情況下，或者我同川普總統需要通過電話嚟討論。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判斷，普京就係嘴上講，其實冇打算停火。普京而家搞嘅係一個傾傾打打嘅策略，就係擺出要傾，但係仲係繼續打。普京所要求嘅根本條件係好多嘅，最重要係要佔領烏克蘭東部嘅領土。所以除非喺政治上美國同烏克蘭讓步到底，否則唔會真正停火。但係由於烏克蘭而家喺政治上已經先擺明了，就係可以先停火30日，先出招啦，所以迫使普京亦咁樣表態。但係佢係有口無心，大概係一個咁樣嘅情況。政治評論員作家康考夫林亦喺每日電訊報發表文章，提醒川普話，喺克里姆林宮幕後，普京亦面臨停火嘅壓力，特別係控制俄羅斯經濟嘅強大寡頭集團都喺向佢施壓。但普京其實一直堅信莫斯科最終會達到目標，只要俄羅斯能夠繼續將石油賣俾印度同中國，莫斯科就能夠維持經濟生命線。如果川普能夠制止呢個，俄羅斯好可能會重返1990年代嘅貧窮狀態。烏克蘭手上嘅牌幾乎只有烏克蘭軍隊佔領嘅俄羅斯領土庫爾斯克。俄軍目前喺度搏命想重奪呢一個地區。普京嚇烏克蘭話，未來幾日俄軍就會圍困呢個地區。烏克蘭軍人只有2個選擇，一係就投降，一唔係就滅亡。蘇紫雲話，未來判斷烏克蘭呢張牌有冇用，要提一個關鍵，西方係觀察庫爾斯克烏克蘭佔領嘅區域夠唔夠大。如果唔夠大嘅話，咁對於佢要收回領土嘅訴求就唔夠做籌碼。蘇紫雲提出領土方面3大可能，除咗啱啱提到嘅，如果庫爾斯克足夠大，就可能攞嚟交換之外，仲有就係退而求其次。烏克蘭可能將烏克蘭東部當成一個緩衝區，亦就係主權上先擱置，無論等未來更長嘅時候，可能再做終局嘅解決。咁當緩衝區嘅話，可能就係接受英法等國派遣維持和平部隊，甚至避免喺達成停火協議之後，俄羅斯又發動另外一次嘅進攻，亦就係烏克蘭東部區域，就係暫時先變成烏克蘭目前無法收復嘅土地。最後一個可能需要美國介入，
川普同普京可能達成另外一個協議，亦令烏克蘭可以同意，就係唔加入北約。烏克蘭東部區域由美國企業進駐開採礦產，如此達成另外一種安全保障，大概就係呢三種模式啦。呢個就有啲似南北韓停戰後嘅局面。時評人江心哲認為，一旦俄烏之間出現類似南北韓嗰種就地停火嘅模式，劃分軍事分界線，唔劃國土邊界線，如果咁樣，中共就輸慘啦，會係最大輸家。因為北韓模式停戰會令歐洲同俄羅斯處於長期對峙嘅冷戰局面，中共就必須喺歐洲同俄羅斯之間表明立場。呢一個選擇對中國嘅影響會非常大。中共正同美國打貿易戰，因為咁將經濟復甦嘅希望寄託喺歐盟。如果北京繼續保持同俄羅斯嘅友好關係，就會被俄羅斯拖落水，亦同歐盟進入長期對峙嘅對立關係。如果北京為改善同歐洲嘅關係而疏遠俄羅斯，又擔心俄羅斯會倒向美國，配合美國圍堵中共。不過目前首先要切實取得停火。路透社13號報道話，目前美國供應俾烏克蘭嘅陸軍戰術導彈系統所剩無幾，就係呢個關頭，美國打算恢復向烏克蘭運送一種遠程炸彈，即陸射小直徑炸彈。陸射小直徑炸彈係一種滑翔炸彈，射程約160公里。最近呢種炸彈完成咗升級及試射，能夠更好咁抵禦俄軍。未來幾日就能夠投入戰場。估計普京同川普將喺14號禮拜五通話。如果普京繼續拖延停火，蘇紫雲估計，如同川普之前講嘅，如果俄羅斯唔停火嘅話，咁可能會加大對烏克蘭嘅軍事協助，甚至直接攻擊俄羅斯。所以而家佢先穩固一方，再去鉗制俄羅斯呢一方，睇俄羅斯點樣接波。中共兩會啱啱開完，跟住就傳出習近平軍中鐵桿人物被拉嘅消息。同時有人注意到，習近平喺兩會上似乎着咗避彈衣。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爆料，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喺11號大會結束後返大樓時，即場俾人帶走。佢喺北京同上海嘅住所都俾人抄咗，形勢相當緊張。趙蘭健話，何衛東一直都係習近平軍中核心圈嘅重要人物，曾經做過東部戰區司令，喺黨內軍內影響力極大。時事評論員邢天行分析，如果呢個消息屬實，咁基本上得一個可能性，即係話習近平喺軍中嘅權力進一步被削弱，甚至可以話係徹底失勢。呢個唔只係習近平失去軍中控制權嘅信號，仲會對佢台海政策有好大影響。因為何衛東一直都係習近平準備打台灣戰略計劃裏邊關鍵人物之一。之前苗華已經俾人撤咗，而家連何衛東都出事，即係話軍中同海軍有關，真正可以撐習近平嘅人已經唔喺度。咁將嚟如果習近平真係想喺台灣開戰，基本上都冇可能搞得掂。如果何衛東落馬，咁究竟係邊個喐手嘅呢？按槍桿子出政權嚟講，中共權力層級中，軍委副主席僅次於軍委主席，連軍紀委書記都只係軍委委員。要遞補軍委副主席，絕對唔可能係因為貪污或者一般嘅唔信任。過去喺軍委副主席任內出事嘅，都係因為重大權力交接，譬如林彪、楊尚昆係喺鄧小平扶持江澤民時被免除職務，但亦冇被捕抄家。邢天行講，何衛東本身係軍委副主席，咁邊個夠膽喐佢？要拉佢呢？應該都係軍委嘅人先做得到。而家軍紀委嘅頭係張勝文，講真，喺軍委嚟講，佢本身都係算何衛東下邊嘅人。軍委副主席得2個，而家何衛東出事，剩翻呢個就係張又俠。咁問題嚟呢，
張又俠自己都冇權話要搞何衛東。如果真係軍紀委出手，咁一定要有習近平點頭先做到。問題係習近平如果冇拍板，何衛東又點會突然俾人拉呢？如果習近平真係應承咗整何衛東，咁當中傳遞出嘅信息又係乜嘢呢？睇落好似習近平對何衛東有啲戒心，可能係信唔過，但係咪即係話習近平要大規模清洗何衛東呢？我就有啲保留。如果何衛東真係好似傳聞咁突然俾人帶走，事件就唔止係佢個人問題，仲反映習近平喺軍中嘅地位可能唔穩陣，甚至已經開始有危機。外界注意到3月5號習近平參加中共全國人大江蘇代表團審議，喺官方相片中，習嘅西裝下赫然出現咗一個黑色角，形狀好似背心，但召開兩會地方肯定暖氣開足，室內唔可能需要着背心，而且官方各種相片中，習近平亦從未着過黑色嘅背心。看中國因為咁猜測習近平着嘅係避彈衣。香港時裝設計師鄧達志曾喺2016年講過，習嘅背心睇起嚟好寬大，佢認為係內藏避彈衣。其中一個重要特徵係習極少拉上拉鏈，呢啲細節如果被證實，就顯示中共內部鬥爭到咗你死我活嘅程度。習近平面對經過層層篩選嘅中共高官，身邊仲有最高級別保安，都一定要着避彈衣自保。何衛東被拉可能亦唔出奇。邢天恒講，接落嚟可以觀察，仲有另一個指標，就係習近平身邊嘅人最近都有傳聞話可能出事，好似王小洪，而家就有人話佢有機會俾人換走。王小洪一向係習近平最硬嘅打手，可以講係喺警界嘅第一打手。如果下一步真係見到王小洪嘅地位開始不穩，甚至俾人取代，咁好可能側面證明何衛東出事未必係亂講，而係真有其事。14號係中共宣稱嘅反分裂國家法20週年紀念日，台灣總統賴清德13號召開國安高層會議，針對台灣目前面對嘅5大國安同埋統戰威脅，提出咗17項因應策略，將中共定性為敵對國家。BBC 指出，喺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底下，咁係賴清德上任以嚟最強烈嘅發言。外界關注喺台灣前所未有嘅強硬態度底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係咪會披掛上陣迎戰，出席14號嘅座談會，怒轟台灣嗰陣，結果係會議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同埋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等人出席，習近平就缺席。14號反分裂國家法屆滿20週年，中國國台辦喺12號下晝發通知，將會喺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重要活動，邀請媒體採訪。對於目前緊張嘅台海局勢，外界分析唔同嘅人出席今次會議，中共釋放出嘅信號係非常唔同㗎。而5年前舉行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週年座談會，係由時任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出席。世界日報分析，今次如果習近平親自出席，咁將會係佢自從2019年1月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座談會6年之後，首度針對台灣議題嘅談話，必然會對目前賴清德政府嘅兩岸政策主張發出強烈批評。再加上之前中共軍方發言人警告台灣民進黨政府話，遲早要嚟收拾你哋。而中共外長王毅就喺記者會提到，中國台灣省呢一啲顯然都係針對主張互不隸屬論嘅賴清德政府。雖然習近平冇出席，但係中共喉舌媒體似乎要提醒民眾，習近平當年係幾咁硬氣，將2021年10月9號黨魁習近平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嘅影片喺網絡重播，當時對台灣高強度嘅嘴炮，同今日嘅習近平缺席喺中共睇嚟咁重要嘅會議，
時事評論人士安清認為，咁或者係習近平嘅一種策略。喺目前嘅形勢底下，台灣對中共嘅強硬態度同美國對中共嘅態度唔能夠話冇關係。就中國目前嘅經濟衰退，民間怨聲載道，而喺國際面對川普政府嘅強硬關稅態度，習近平係四面楚歌，佢唔敢過度刺激局勢，怕會引起更大嘅風險。國台辦嘅戰狼宋濤就恐嚇台灣，話反分裂國家法清晰劃出以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嘅法律紅線。14號下晝，台灣陸委會主席邱垂正下晝喺接受訪問嘅時候表示，中共呢一啲透過法律戰非和平嘅法律作為吞併台灣嘅惡法，呢啲法律對於台灣人民都冇任何約束力。邱垂正強調，政府會堅定守護主權、民主繁榮同和平穩定，會團結國人，共同拒絕中國吞併，反中國吞併嘅意志會更加強烈。而喺台灣方面，正在繼續清除中共喺台灣嘅滲透。至於台灣大罷免，被罷免嘅國民黨團總召集人傅崑萁就俾好多台灣人認為係中共嘅代理人。14號，傅崑萁位於花蓮嘅住宅被搜查，同時台灣社會正在團結更多力量反抗中共。佛教界發起宣言，聯署力挺大罷免，目前已經有1500位教徒同大約200名出家人參與。聯電創辦人、罷免隨考森領導人徐興盛14號指出，若果中共吞併台灣，只會帶俾台灣人無盡嘅痛苦。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曾經公開話，解放軍入台灣要殺晒台獨。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亦都曾經話，要對台灣人再教育。而佛教代表就表示，台灣若果被吞併，絕對唔會有宗教自由。釋正定法師表示，我喺中國逗留過4年，中共逼出家人還俗，充公寺院，絕對唔可能有佛法同修行。西藏亦都冇自由，好多人因此出走印度。佢表示唔忍心見到台灣人將來遇到呢一種苦難，而佢周圍佛教徒嘅共同口號就係遠離政治，保持中立，唔好挑釁中共。佢痛批咁就係被統戰嘅結果，佛法會因此衰敗，產生好多邪見。唔好以為唔表態，中共就唔會管你哋。觀眾朋友，賴清德將中共定性為敵對國家。14號又係中共宣稱嘅反分裂國家法20週年紀念日，習近平就缺席咗當日重要嘅會議。咁原因可能係乜嘢呢？如果你認為係國際局勢緊張，要低調處理嘅話，請撳1字。如果你認為佢已經冇實權，唔能夠出席，請撳2字。如果你認為佢身體不適，無法出席嘅，請撳3字。又或者你認為係其他原因，亦都歡迎留言俾我哋。我哋嚟睇睇國際新聞，下邊請聽報導。喺美國總統川普曾經揚言要得到格陵蘭嘅氛圍底下，丹麥半自治領土格陵蘭11號舉行議會選舉，獨立議題亦都成為選戰焦點。最終由主張緩步脫離丹麥獨立嘅民主黨獲得29.9%嘅選票，贏得選舉。但係川普點解要買格陵蘭呢？即將離任嘅格陵蘭總理埃格德近日表示，佢將會召集各黨領導人，加強反對美國總統川普吞併該島嶼領土嘅計劃。而星期二贏得格陵蘭備受關注嘅議會選舉，立場親商嘅格陵蘭民主黨領導人尼爾森亦都否定咗川普嘅言論。呢個星期舉行嘅格陵蘭選舉係因為當地居民要脫離丹麥獨立嘅呼聲同川普嘅要求共同引發㗎。川普曾經多次表達合併格陵蘭島嘅願望，該島大約有57000名居民，而格陵蘭議會所有主要嘅政黨都表示唔希望格陵蘭成為美國嘅一部分。丹麥一直將格陵蘭作為殖民地統治，直至到1953年，該島先至獲得更大嘅自治權。隨後格陵蘭喺2009年
獲得更多有關礦產、警務同埋法庭嘅權力，但係丹麥就仍然控制住當地嘅安全、國防、外交同埋貨幣政策。格陵蘭亦都受益於丹麥加入歐盟同北約。不過有觀點認為，格陵蘭喺丹麥主政底下同美國有長遠嘅戰略合作關係，而川普連續發表想向丹麥購買格陵蘭嘅想法，背後有複雜嘅佈局。如果用川普係地產交易天王、國際政治草包或者係富豪商人治國呢一啲負面刻板形象睇問題，甚至以一貫反川普嘅條件反射反應，譏諷川普所謂無知傲慢同埋炫富霸道風格，好可能就冇睇穿川普想佈啲乜嘢局，玩啲乜嘢把戲。川普要買格陵蘭，導致同阻嚇中共向北極圈擴張嘅戰略因素，遠遠大於掌握稀土、礦產同埋能源等資源因素，亦都並非係想仿效前總統艾森豪將阿拉斯加設為第49個州嚟名留青史。重要嘅係引起全球關注以及戰略警告，因為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格陵蘭就已經具有相當戰略地位。盟軍將格陵蘭視為由北方鉗制納粹擴張嘅重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軍喺格陵蘭建立圖勒空軍基地嚟協助控制衛星同攔截洲際導彈，對美國同北約嘅長期全球戰略佈局極為重要。喺中國崛起之後，北極圈乃至格陵蘭嘅問題日趨複雜。原本喺格陵蘭只有一座主要聯繫丹麥嘅小機場，幾年前計劃興建3座機場。中共嘅一帶一路已經準備提供5億5千萬美元融資，同時完全唔掩飾要發展北極圈嘅冰上絲路。喺2016年同2018年，中資企業仲試圖收購格陵蘭一處廢棄美軍基地，而舊年已經被丹麥同美國聯手阻止。美國當然注意到中共嘅企圖，但係喺丹麥勢難以獨立抗衡嘅現實底下，美國想介入嘅心情係可以理解㗎。川普總統12號喺橢圓形辦公室接待愛爾蘭新總理馬丁期間，副總統曼斯嘅襪成為小插曲。曼斯嘅襪上邊印住愛爾蘭國花3葉草。川普指住話：我嘗試集中注意力，但副總統嘅襪太引人注目啦。現場一陣笑聲。呢個係因為17號就係愛爾蘭傳統節日聖派翠克節，曼斯特登揀呢一種襪，表達對愛爾蘭客人嘅敬意。而且曼斯同馬丁當日嘅領呔都係代表愛爾蘭傳統嘅綠色，川普仍然係標誌性紅色領呔。雖然曼斯用咗襪子外交，但呢次會面並唔係完全嘅一團和氣。川普喺會談中多次批評馬丁，指責愛爾蘭用低稅率控制美國製藥行業，亦係佔美國便宜嘅國家。馬丁溫和反駁。自2月28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離開白宮之後，馬丁係川普首次喺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嘅外國領導人。多謝收聽本節嘅今日新聞，再會。